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这哪会遮乌？头前光光呢，咱去遐看卖咧。有人来啊！救命啊！莫遐尔啊大惊小怪啦！有人伫咧无？敢有人伫咧？奇怪，哪拢无人？是啥物人佚佗物啊？拢无爱收好好势，物件无爱耍，都爱收起来。你毋是佚佗物啊？你是啥啊？我是乐乐，你是？我是张西道长，欢迎来到台湾汤拖馆。台湾汤拖馆，这是汤拖大的所在，你敢是汤拖？啥毋是咧？阮张西道长是道长的一种，是白汤类哦。乐乐敢知影汤拖甲白汤类的差别？汤拖、白糖，恁敢拢是糖大汉了后才变的？白糖类甲汤拖是无同的生物哦。白糖类佫叫做白形动物，阮的表面有蓝，也是硬壳。除了道长以外，亲像蛇、龟甲蛞蝓，拢是白糖家族的成员。对，我会记得龟有足顶的龟壳，恁道长敢嘛有？这哦，道长甲蛇相像，身躯顶拢有蓝，斟酌甲看。道长的皮肤看起来是毋是一片一片，敢若稀蓝同款？一寡所在，佫亲像生刺同款。我敢会使摸看卖咧？当然会使咯。摸起来擦擦，佮冰冰。蓝会当保护阮，减少身体水分流去，毋免烦恼欠水。我想起来啊，蛇大汉了后会脱皮，恁道长敢嘛会？嘿嘿，乐乐讲头就知尾，真牛。道长甲蛇同款，体型若变大，身躯顶的蓝嘛会对咧落去，这就是脱壳。我会称作手工，脱壳的模样足古锥的，恁认为佫会讲耍笑，讲是咧换衫呢？真正足古锥。嗨，乐乐，你敢知我是啥？我知张西道长先生有讲，你是伊的亲族手工。无毋对，我的名叫做乌仔番薯，是正受欢迎的动物伴手工。乐乐敢知影？阮手工和厝内时常看到的神堂啊，是同一类哦。共物种，恁全部拢是亲族。就亲像爷啊，嘛有真侪无共品种相像。台湾常接看到的动物伴手工，主要有接角手工、肥尾手工、甲百纹手工3种。乐乐，敢要要看卖下面3张相片，分别是倒3种手工？会当为身体的特点开始哟。好，我上爱耍啊，互我挑战看卖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练看卖，摕无共品种的手工，找到家己的名。这简单，互我来。你身躯顶有甲百同款的花草，你一定是百纹手工。对啊。这接角手工是啥物意思？若还未想到，就先找看啥是肥尾手工。啊对，肥尾手工一定有肥肥的尾溜。有啊，就是这只。遮牛，我知啊，所以最后一只就是接角手工，对无？总算轮我出场啊！阮遮角手工是足特别的一组哦。特点是目睭顶有看起来亲像目睭毛的组织，所以叫做遮角手工。对啊，接角手工。我听乌仔汉薯讲，手工甲神童啊是同一种物种。我伫厝里有看过神童啊爬壁，恁手工敢嘛会晓？其实毋是所有的手工拢会爬壁哦。阮遮角手工和一般厝内时常的神童啊，脚有相毛，像吸盘同款，
就会使伫壁顶拍好条爬起哩。原来是安尼，有闪门才会当爬壁。若讲到肥尾手姜甲百文手姜，拢无即项材料，因是伫涂骹生活的手姜，所以袂晓爬壁。乐乐敢知肥尾手姜的尾流足特别的哦，万不伊无洗哩转去，只要营养补充好够，是有机会洗转来的。你看，这只肥尾手姜就是重新生出尾流。你感觉新洗出来的尾流看起来敢有像第二个头？真是的呢，无详细甲看，会抓准两边拢是头。比较起来，阮这个手姜一世人干那一条尾流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家己的身体。对啊，讲到保护身体，我甲你讲，代志无好啊。拄则我望张赛道丁先生的时阵，发现伊的身体冷起起，敢是感冒啊？有这种代志？哎呦，毋是啦，乐乐，我甲你讲，伊毋是破病，这其实是因为阮白糖类是一种足特别的动物，所以摸起来会冰冰。足特别的动物。小朋友，跟乐乐做伙约看卖，为什么白糖类摸起来凉凉的？一，白糖类是内温动物；二，白糖类是外温动物；三，白糖类是凉凉动物。我哟一定毋是凉凉动物。毋过，什么是内温动物？什么是外温动物咧？内温动物甲人类同款，不管伫个什么环境之下，体温袂有伤大变化。举例来讲，人类的体温一般会伫个36度至37度里之间。所以讲，外温动物是体温会对环境变化的意思。有够够诶！若毋是我的手伤短，我拢想要甲乐乐拍扑啊！无啦。哦，也毋过，敢若有即个线索，也是约袂出来。白糖类到底是内温动物，也是外温动物？先莫甲乐乐讲，咱先来斟酌观察豆丁的厝，可能就会有答案哦。互我斟酌看卖。哇！怎奈有一只遮大只的巨无霸豆丁？嗨，乐乐，我是刘丰德大豆丁，我的名叫做大天使。大天使你好，这敢是恁家？我敢会使参观一下？这是我住的所在，你看，我有一个私人的游泳池哦。真享受！我阁发现讲，你介意晒丁呢？水池的水凉凉，为着要互我会当较紧回温，晒丁是阮豆丁保温的方法哦。阮豆丁毋但介意晒丁，野外的豆丁嘛会享受日头，晒日光浴来维持体温。维持体温，晒日头。哦，我知啊，大天使，多谢你，我要去找手姜回答问题。等下啊！安吉，我知影答案啦，你敢会当讲问一解？遮尔紧，因为我是足巧的乐乐，小朋友嘛一定要着啊！安尼就请小朋友甲乐乐做伙甲我讲，要看卖白糖类是啥物动物？一、内温动物；二、外温动物；三、拢毋是。大天使讲伊介意晒日头来维持体温，浸水的时阵体温会降，所以白糖类是外温动物。白糖类的体温会对环境变化。足赞呢，乐乐，答案正确。有着小朋友嘛真厉害哦！哦，总算找到你啊，乐乐。大天使，哪会走出来？你敢是离家出走？看伊安尼赶狂走去，
佮掠准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原来你伫遮哦。我来甲蚵仔汉子开讲啊。蚵仔汉子咧？我以为伊应该是忝啊，走去未起来啊啦。那安尼，刷落来就换我带你四界行行咧。好，因敢是咧食饭？好食，真好食。原来豆丁甲伊食树叶啊！是糖，豆丁会食糖。阮足介意食糖哦，不过嘛需要食一寡叶啊，也袂伤大颗。原来是安尼，食饱也着菜价，营养才会较稳。才有足侪只棕西豆丁，有一只、两只，顶面阁有一只。咦？这只棕西豆丁哪会一直弹头？伊敢是咧跳舞？罗罗，莫想我，住伫上顶面的是阮老大，伊的相地无啥好哦。阮棕西豆丁有一个习惯，想起也是对边仔环境警戒的时阵，会一直海头。斟酌甲看，伊的下頦即马是乌色的，这是为着要吓惊敌人才变色的哦。受气会变色，这厉害！讲到会变色的白糖类，佫有一种叫变色豆丁的白糖，伊嘛是变色高手哦。变色豆丁，伊敢遐贤变色？互我来找看卖。这敢无人带？看较真足嘞。找到啊！伫遮！可，我都讲我的温心水也袂练好势。真强啊啦！我嘛险啊无发现呢。温心水，这厉害，甲我教。袂使啦，你毋是变色豆丁，这个绝招阮绝对袂当互别人知，袂使袂使。好啦，为什么你会变色？为着要甲家己藏起来，无爱互要甲阮食气的人发现，我身躯的湿水会对环境变化。大概我若紧张的时，身躯的湿水嘛会变作特别少哦。真是呢！即马看我的温心顺，我变。你敢有变？都甲你讲，我也咧练习。莫甲你吵，你爱加油哦。咱来去。是啥人住伫插头箱仔内？这是牛仔的标本，标本。标本是经过处理，会当固定维持动物、食物，甚至是矿物原本无样的物件。譬如讲，牙仔标本，就是甲死去的牙仔保存落来。所以标本内牛仔拢死去啊！乐乐莫艰苦，透过观察标本，咱会当更较清楚看到生物的模样甲细节。我发现牛仔的身躯是一节一节的。无毋对，牛仔是汤拖，身躯一节一节，甲白糖类无同。莫怪棕西豆丁会讲白糖类甲汤拖无同。乐乐，敢阁会记你白糖类有啥物特点？我会记得豆丁、蛇、龟甲壳鱼拢是白糖类，白糖类有壳也是蓝，身躯摸起来脆脆，而且阁冰冰。白糖类是外温动物，身体的温度对环境变化，所以真介意晒日头。豆丁会食糖甲树叶啊。我阁知影，原来手姜甲蒜糖啊是同一种物种。阁有，变色豆丁真正足厉害的，伊的身躯会变色呢。小朋友，咱伫台湾汤拖馆拄到豆丁，棕西豆丁先生讲，白糖类甲汤拖是无同的。台湾汤拖馆足大，我今仔日熟悉真侪白糖类，阁有足侪生物住伫内底。写批甲我讲，你想要熟悉啥人？要看卖，牛仔敢嘛住伫遮？我后摆要过来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10集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
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！哈哈哈哈。